喜爱台剧、热爱台剧的观众们，欢迎您来到 YouTube 的台剧情报室。第4名，跟鲨鱼接吻第13集，在易飞扬的刻意安排下，杜艾莎也终于正式的接受了易飞扬，也在易飞扬的安排下成功回到阙客当初在第1集时截铁斩钉的拒绝男人的协助的杜艾莎，如今在爱情的来临和现实的妥协下，终于还是改变想法。而在这一集也看到汤小安开始慢慢失势，在被 VP 等人嘲讽下，决定要陷害他，把他保管的钱和公司的机密资料偷走。不过其实 VP 他们既然知道自己没做错，第一时间要怀疑的当然应该就是对着干的汤小安，而汤小安也居然在众人慌张的时候看似非常镇定，好歹也装一下吧。而这一集变成了跟鲨鱼业配，看来剧组似乎资金快花光了，不得不拉多几个赞助。第3名，复活第5集。那个伪冒的徐明飞竟然就是他的姐姐，这真的有点出乎预料的。虽然这有点老梗，当初还以为徐明飞是有什么人格分裂的才会一人分饰2角的，而这次陈佑宽终于能够成功从变态的约炮男身上救出毕克威，当了保全那么久后，总算是有点用途。那当然啦，他的保全公司是徐明飞和东帝集团拥有的，而陈佑宽算是靠父亲的关系才能进东帝当保全，就算所有任务都完蛋，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。第2名，坠爱第12集，这真的是伤感和虐心的一集。一开始看到方多米和游天乐2人的幸福时光时，大概这就是分别的开始吧。经过一轮腥风血雨后，13生居然还能死而复生，小优和丁显阳终究还是要消失在3界之外。而在这时，游天乐也要面临召回天庭，然后从人间消失和失忆，但可以保全性命这个两难的局面，那就算2人失忆又如何？看看想见你李小、黄宇轩和李自维，就算洗刷所有记忆，到了最后2人也是相爱的相契。如果按正常发挥，方多米和游天乐2人也一定能跨越所有障碍，重新在一起的。第1名，若是一个人第2集。一个人到底是不是就是一个假期？就像丁志明一样，归隐田园。不问事实，因为在他的眼中，2个人就少不免有摩擦，加上可能是童年时被母亲抛弃寄人篱下的回忆，所以这让他宁愿自己一个人当农夫，也不会主动考虑要去找个伴。坚信缘分到了，那自然就会有安排。而对方佳莹来说，一个人虽然也是一个解脱的假期，但他其实只是把它当作像是放了51年假，3天过后还是继续渴望着有人陪伴，不管那陪伴的人是闺蜜或者是同事，他也不像丁志明一样孤独的那么彻底。那到底为什么方佳莹的出现能让丁志明放弃多年来的信念？这或许就是爱情的力量吧，应该是吧。小编还没有机会感受。好，这就是本周的戏剧排名。说着说着，好像少了一部戏剧还没介绍，没错，那就是前2周的第1名，本周的倒数第1名。第5名，妖怪人间第7、8集最终回。这是应该是小编近年看了那么多公式的长篇戏剧里最令人失望的。这不只是小编的想法，在 PTT 甚至是编剧本人也跟大家有相似的想法。什么叫虎头蛇尾？这个用词每位看剧的人都几乎挂在口边，但如果切切实实的体现出来的，恐怕就是指这部戏剧了。多华丽的 CG， 多认真的田野考察、资料搜集，多逼真的演技，多好听的片尾曲，种种加起来也比不上这个崩坏的结局。原来前面铺垫那么多的人妖友好，到头来也是一场空。现在大家被火烧得死光光，玉石俱焚又算是什么？由始至终，妖怪和人类的死结也是解不开。既然如此，那干嘛要拍这部戏剧呢？不要告诉我吴姐就是制作团队想带给我们的。小编多想问制作团队，你干什么呢？再见，老师，咋办？这部戏剧告诉我们，不要完全相信什么名人推荐，不要完全相信片花、预告里的营造出来的幻影。一天还没到结局，多完美的故事也只会是没有最惨，只有更惨。好，今天的台剧排行榜就到这里，祝大家有个健康平安的连假吧。台剧情报室，我们下次见。